我好高興出席由香港互動事務商會主辦嘅香港享譽品牌大獎2026嘅頒獎典禮。咁首先呢，我衷心感謝主辦機構嘅精心籌辦，亦向各位得獎者呢係致以熱烈嘅祝賀嘅。香港享譽品牌大獎係旨在表揚各行各業嘅領導品牌喺品牌聲譽同埋市場影響力方面嘅卓越表現。喺當今金融科技、人工智能迅速發展嘅時代，全球經濟環境係瞬息萬變，企業咧同時面臨挑戰以及機遇。勇於創新，運用新思維應對複雜多變嘅市場需求咧，已經成為企業持續發展嘅關鍵。我好高興睇到今日獲獎嘅品牌咧，係橫跨銀行、保險、電子支付、公共交通等多個唔同嘅領域，其中不少咧更積極應用創新科技，以提升服務嘅效率同埋佢哋嘅競爭力。各行各業持續嘅創新求變，不單止體現咗我哋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嘅獨特優勢同埋活力，更彰顯咗強大嘅品牌競爭力，正正係我哋香港經濟持續發展嘅重要基石。今日嘅活動主題係智創新局，遇見共鳴。特區政府一直致力營造穩定同埋具競爭力嘅營商環境，讓企業可以專注喺品牌建設同埋業務發展。我哋多管齊下推動金融科技，為企業創造更有利嘅創新環境。其中香港而家已經建立咗成熟嘅電子支付生態，市民可以選擇多種非現金嘅支付方式。電子支付普及率已經超過90%，其中轉數快自推出以嚟持續優化，登記嘅用戶由2018年底嘅200萬多個增加到今年4月超過2000萬。截至今年嘅4月轉數快每月平均處理233萬宗港元嘅即時交易，交易額係總額係達到188億港元，按年上升19%同埋28%，顯示數碼支付已經成為日常經濟活動嘅重要部分。喺數據應用方面，金管局喺2022年推出嘅商業數據通促進企業，特別係中小企與銀行去分享佢哋嘅多元商業數據，從而便利呢一啲嘅中小企獲得融資同埋其他相關嘅金融服務。現時已經有27家嘅銀行同埋17間嘅數據提供方參與。截至今年嘅3月已經促成咗超過82000宗嘅貸款申請同埋審查，涉及嘅信貸批核嘅總額係超過664億港元嘅。平台亦都已經透過政府嘅授權數據交換閘，連接公司註冊處同埋土地註冊處，去進一步提升數據嘅流通效率。我哋會持續完善制度，推動多元嘅產業發展，為企業喺創新同埋市場拓展方面提供有利條件，支持品牌喺本地以至國際市場持續提升佢哋嘅影響力。喺度我再次感謝香港互動事務商會嘅努力推動，為業界建立一個表現卓越、促進交流嘅重要平台。我亦再次恭賀所有嘅得獎機構，你哋嘅成就不單止係企業自身嘅里程碑，更加係為我哋香港品牌發展樹立良好嘅典範。喺度我祝願各位業務蒸蒸日上，香港品牌喺國際舞台上再創高峰。多謝。